想在中山住上山水大别墅，那一定要来凯因新城。背靠五桂山，隔壁高尔夫，出门就是湖景公园，独栋连排1米条，既带花园露台，環境舒服到不想出門，改善買房必眼衝。咁我哋呢間屋咧個保安就非常之嚴密嘅，因為佢有專職嘅保安阿旺財喺度。今日咧就醫生叫我喺屋企休息嘅，因為咧早幾日就貪杯飲咗少少酒咧，而家要腳痛喺度。但係咧聽講呢度咧就出咗一間新嘢，所以嚟講咧不顧腳痛都要過嚟睇睇。我哋目前而家睇到咧就係佢個花園，成間屋佔地320方，單單呢個花園咧大概有150方左右。佢主屋呢度咧就一共咧就樓高2層，仲有一個地下室嘅，4房4衛喺度。嗱，咁呢個係佢個花園，非常之有意境嘅，流水潺潺，仲有啲金魚喺下邊。咁我哋而家入去房睇睇。我哋而家咧就嚟到別墅嘅1層噶。嗱，成個呢個空間嘅話咧，佢就預留咗一間長輩房喺度，咁老人家咧就唔使行上行落喺度啦。嗱，呢邊係一間長輩房嚟嘅。咁我哋而家落地下室睇睇。嗱，呢度咧就係佢個地下個空間喺度啦。因為有個地下個空間，咁你可以將佢作為一個娛樂室，可以睇電影，可以做各種嘅娛樂活動。就算係聲線大少少咧，亦都唔會嘈到隔離街坊。咁佢特別咧就留咗個通風井喺度。不單止能夠通風，仲可以採光，使到成個地下空間咧，就亦都有一定嘅採光喺度。嗱，呢度咧就係佢個車庫嗰個入口喺度，咁成個空間可以放2台車，旁邊咧仲有一個衛生間或者同一個雜物間咁樣。呢邊係車庫入口，跟住咧我哋呢度咧就可以去到大門口。咁佢其實咧屬於聯排別墅當中嘅單邊位，咁旁邊咧都係有個好闊落嘅位置，直接通到去後邊嘅花園嘅。咁我哋呢間屋咧個保安就非常之嚴密嘅，因為佢有專職嘅保安阿旺財喺度，咁所以嚟講咧安全係唔需要擔心嘅。咁我哋嘅大門口咧就通過幾個樓級嘅上嚟，咁所以咧佢同外邊嘅路面咧其實有一個整體嘅2-3米嘅一個抬高喺度。呢度係一個入戶。咁2樓呢度咧就居住區域，一共咧就有3間房，就2個衛生間嘅，其中咧就包含一個套房喺度。套房出嚟咧有個私家嘅陽台，咁佢咧就對住個後花園嘅，所以個景觀亦都非常之唔錯。我今日之所以一極都要嚟拍呢間房咧，因為呢間房確實有佢比較吸引人嘅地方啊！我同大家做個總結啊，呢間房佔地係320方嘅，咁佢本身嚟講嗰個建築面積咧就260方，單我哋而家睇到呢個花園咧大概係150方左右嘅。咁佢前面咧有入戶，後邊咧有花園，旁邊咧亦都有個通道連通響嘅。佢咧就位於成個聯排別墅嘅單邊位響度，咁所以嚟講咧既高檔，亦都有個私人嘅花園嘅空間響度，感覺上咧係非常之好。成間屋嚟講咧，佢嘅裝修情況咧就大概係7-8成新左右，總價嚟講咧就600幾萬。如果你對於凱因新城呢邊咁靚嘅別墅有興趣嘅話咧，就歡迎聯繫我，帶你嚟現場實地睇下。